情啊。
的花美，七彩玲珑，玉的清风，所养育，不为伴我一丝心，也没离呀。
母亲，我与你老师有订婚，名望已立，生死与我休戚相过，已经可被人捆绑做到不再当不分。哎呀，你到底来自梁上君子一婚情深，实现不了我的终身大志。从今往后，你他也要两婚，也不要女儿了。原来弟弟
赵大康，赵大康，赵大康，二位圣兄，啊，众位圣兄，不愿上位开门，我们不妨就在此赏花饮食，是何啊？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快，庭院内盛放，不妨一次为题。哎，
列位弟兄，不知要向你做什么事？我们正在以牡丹。
我修身上场，回家祭祖。小弟，你那里是为家祭祖，本你是想委屈李公子，难道真下次色王，小谁了？李安在？比我死为死。
不襄阳三字。哦，这就巧了。哦，巧什么？本人也是不过襄阳三字。哦，什么事嘞？你我啊，似同乡邻，你我似同乡邻啊！去人啊，去亲家啊，去大人是今日离开家乡的长远公。
公夜动人情，不读诗书，便不能忘谁。公主贤妻，先生是此，那你也要早些欢喜。是本宫才能求来。
老母在哪？可有贤妻这个？什么时候大婚？所有贤妻，你是不清楚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我哪来的什么贤妻哟？岂不贤妻是什么奸商人们了将你？是什么夫妻相逢带来生公子啊，事到如今，我就带你实施了吧。家。公子啊，我本归宗。
令子。你最
意的人，但不知他藏于哪里头啊？父王，上次出在路上，你必怎样？藏在牧场嘛。哎呀，父王，你快说，你快讲呀！我儿啊！
臣妹冯素贞与半乱长杀人成为马鞍公子，反谁死罪？公子死罪呀！怎么？冯素贞是你的妹妹？真是！即便如此，也要奉斩。犯罪，你斩他不得，为不斩不得。哎呀，罪呀！天下人人皆知，楚州王将招降了驸马，今日杀他，恰是为了招来的驸马事故女力，岂不长臣取消犯罪？刘大人的旨意，你意下是何啊？谢的父王万事不成，为何不成啊？人人皆知，孤王早就马乃是辛苦草原立着的呀。哎呀，父王，他有个旨意。哦，父王，你不如把孟素贞视为民女，让她与李昭的完婚，这样一来，辛苦草原驸马不还是李昭的？对呀，公子真是好
也就是称罢了。你不要再为父王找来一个渔夫罢了。